市民形象，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形象》这波。新冠肺炎疫情呢，对于这个观光旅游还有饭店餐饮业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呢，也有饭店业者却是不畏疫情，一样稳健的发展。那我们今天的市民新生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在饭店业创造了很多奇迹的代表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经营的理念，还有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还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好，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今天到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台糖长隆酒店的总经理吴建明吴总，欢迎您。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台糖长隆酒店的副总经理林永纯林副总。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非常欢迎两位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台糖长隆酒店呢，是由这个台糖公司出资来新建的哦，那是委由长隆国际连锁酒店经营的5星级饭店。那我们一开始要来请教总经理哦，你怎么样来介绍你们这间酒店呢？好，我想台糖长隆酒店是我们长隆国际连锁酒店第一个管顾的酒店。那我们当初在台南的这家酒店，我们就是定位它是一个 City Resort Hotel。那虽然它在我们的台南的一个东区，那我想在地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东区的文化底蕴是非常的浓厚，没错。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文化中心的旁边，那靠近我们的有奇美博物馆，还有台糖的仁德糖厂。是。那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在酒店端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还有文化的这种专案的包装，都是在我们台糖长隆酒店这边。那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我们在很多的这个饭店里面，各位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饭店有回家的感觉。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员工对于这个服务都非常的热忱。对，谢谢总经理哦。好，那接下来我知道说这个林副总，你好像待在这个台糖长隆酒店的时间是更长的哈。那你怎么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你们台糖长隆酒店呢？好，是刚刚总经理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酒店的这个经营的概念的部分。不过我待的时间比较久，那我大概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描述一下台糖长隆哦，因为台糖本身投资的这个饭店产业。老实讲，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想要透由比较专业的既然做了饭店，那当然要做个像个样子，所以才会找到管顾合作的方式，来做经营管理。是。那其实台糖是一个国营事业单位了哦。那刚刚讲的饭店的这些对外客人会看到的这一些，都是从表面上可以看得到的。我待的时间比较久我就用比较简单的几个字来做描述。是。其实简单来讲，就可以用叫三安加阿甘为什么叫三安加阿甘其实这三安其实就代表的就是一个国营事业体系，它也代表长隆。长隆因为它是一个看起来很像国营事业的民营企业，这个部分呢，其实只有你进到里面之后久了，你才会知道。是。所谓的三安就会是安心、安稳、安全。这3个是。在像我来讲，我在国营事业里面待的时间很久。对。那它讲究的就是一个信用。那安全跟安全、安心这些是必要的。我很多的工作都是以这个为前提。那阿甘就会回到国营事业，其实它有很多都会是配合政策或者是它有重要的任务，它会摆在前面。我们如果用一般企业经营来讲的话，企业经营就要赚钱嘛。但除了赚钱之外，他很在乎的就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表现，或者是形象这一块，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执行上，如果用同业来看，这好像是一个你可能花时间花力气，但没有一个好的那个就是你的投资跟报酬好像没有相对的结果，但他就是要这样做，对所以我用阿甘的精神来，应该是。很适合放在国营事业在经营这种同业的这个饭店业的这个领域来讲。对，所以三安加阿甘。哇，三安加阿甘。那我们也知道说，台糖长隆酒店其实它缔造了很多奇迹，对不对，总经理？是因为台糖长隆酒店有很多的第一刚才提到这个国营事业
第一家的饭店就是委托我们长荣国际连锁来经营。对。那另外一个，我们在2013年还到2019年，我们一共获得了3次的这个5星级饭店的认证。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台南的所有的酒店里面所缔造出来，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超越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对，而且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营收啊，就是说经营这最短时间内营收可以翻红的，对不对？是。我们在这个民国103年的时候，我们创造了这个国营事业在这个饭店里面的一个正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目前的话，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追求永续经营的这个目标上面我们继续在深耕的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透过影片带大家进一步来认识台糖长荣酒店，请看一下。有他在身边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放心。海关你好，帮你出房间请。了解，您的房号是1607在使用吗？谢谢您，祝您住宿愉快。地方所您好，必兴国很高新服务。喂，工程部庄景你好。他在每个小地方用心，知道为我选择最好的。他带给我安全感，让我随时都可以安心自在。他总能替我着想，仿佛住在我心里。这边的话是需求1大床的双人房型，还是要2张小床的双人房型？他每分每秒都认真对待，注意每一个小细节。他对我展开笑颜，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谢谢。谢谢你带给我每一个心动的体验，只为你动心。长荣国际连锁酒店。哇，看完这个影片我觉得说，其实它这个影片真的跟其他一般饭店的简介影片不太一样，因为一般饭店简介影片它都会去强调说，他们饭店的设施有什么啊，然后里面的餐点有多好吃啊。可是刚才看到的这个影片，让我觉得，看完以后有一种蛮感动，然后很温馨、很温暖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不是也跟这个台糖长荣酒店你们在经营的这个理念是有符合的？我想，刚才各位观众看过这一部短片之后，应该非常的深刻印象深刻，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短片里面介绍的都是我们员工的这个基层的员工。那其实长荣酒店其实最主要我们没有很华丽的包装，但是我们希望用我们员工所有这个员工的热情来欢迎所有
每一个到访的一个旅客。是，所以说刚才有特别提到，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家的感觉，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希望能够让客人留下来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印象。对，没错。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住这个饭店啊，他要住好吃好，但是5星级的话，这个是绝对不会缺的。那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在服务层面，那服务层面做得好，然后真的有用心，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对不对，副总？是的。服务要做得好，让人有家的感觉，其实要由上到下。那在这影片里面，它大概是从同仁的工作日常这样的角度去拍，所以它看起来就没有刻意看的就会感觉比较真实。对，它里面要呈现的这个应该是实际上他们在作业现场的一部分。大概是这样。对。那我刚刚讲说由上到下，其实如果不是由上到下，那个是当你管理人员一转身的那个同时，也许是之后我们的人员呈现的让客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如果不够一致的话，大概有这样的问题。对，好。那其实一间饭店呢，它要怎么样去走它的路呢？跟它的经营管理者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来的这2位哦，其实在我们台南市有很多5星级饭店里面，他们算是相当特别的，2位都非常有特色。而且这间饭店因为来自2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长荣体系的总经理，一个是台糖体系的副总。好，那我现在要先来访问总经理。总经理，你在长荣体系的话，你一开始是做什么？我想我这边先自我介绍，因为我是民国80年的7月1号进长荣这个集团。是。那在民国80年7月1号，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是长荣航空起航的第1年的首日。那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长荣，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是29个年头了。哇。然后后来你在那个航空业是怎么样转到这个餐饮业、饭店业的？是，我想长荣是以运输起家，那海运的部分大概是以物为主要的一个服务对象。那长荣航空的话刚好相反，它虽然也是运输业，但是它是以人为一个服务的这个目标。那所以当初转到这个饭店的时候，让我很深刻的印象里面，那饭店的这边很多都是在人的服务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而让我在航空的这个训练里面，让可以自己在有更多的发挥在这个人的服务上面。是没错，那我们也知道说，总经理，你除了就是说在航空业有待过，然后到餐饮业之后，其实你资历相当的丰富哦，就是说也待过很多5星级的酒店，然后甚至也有国外的一些酒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对你后面来带领我们这个台糖长荣酒店是不是有很大的注意呢？是的，我想我在民国90年的时候转到饭店这个行业来，那曾经服务过我们台北长荣。还有基隆长荣，甚至我们的台中长荣。那在国外的部分的话，我曾经在2012年到巴黎酒店服务，那也是我们长荣的一个连锁酒店。那目前的话，长荣的连锁酒店在整个全球，我们一共有9家饭店。那台湾的部分有4家，那国外的部分有曼谷、槟城、上海，还有巴黎。4家所以一共加起来是9家酒店。对。那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历练让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养分？对。那其实每一个饭店都必须有它一个愿景。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针对我们台糖长荣酒店，我们希望能够有3个目标，一个就是创造这个幸福的员工，然后创造幸福的产品，创造幸福的企业。这是我想在这个台糖长荣，我们希望创造的这个一个3个愿景跟目标。就是幸福哇，其实幸福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你有幸福的员工，他工作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带给好的服务，就会后续的话对饭店来讲，就是整个营运起来会让人家觉得有幸福感。对不对？所以总经理你在这边已经有3年，对不对？是的，3年嘛。对。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子一个理念的话有落实吗？我想在这段疫情，各位可以发现到其实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这个创造这个幸福的员工，我们
没有减薪，也没有裁员。哦，这个是不简单呢。是我们希望说来照顾我们每一个员工背后的这个家庭。那产品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创造的是一个环保、一个低碳、一个有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对。所以最近大家这个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美猪的议题，那我们其实我们台糖用的这个猪肉都是我们台糖的这个有机的一个猪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对，台糖的猪肉真的是让人家很称赞的啦，谢谢。所以大家更安心了，所以就会吃起来更幸福。好，谢谢总经理。好，那我们知道说，接下来这个林副总大概其实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像看到那个严总裁，对不对？吓到人。有吓到人吗？对啊，刚刚在外面常常吓到人，对不对？说怎么会看到？所以之前呢，我们知道林副总他常常因为这样子那个上新闻哦。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林副总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当然林副总本身哦也是有相当多的专业哈。然后一开始其实我对林副总的背景就蛮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一开始哦，你不要看他今天西装笔挺，然后皮鞋擦得这么亮，坐在这里。以前呢，他都是穿那个最烂的衣服在工作，对不对？也不是最烂的，是脏那个最脏的衣服，因为弄脏了回去要洗，很麻烦。对，以前是从锅炉的这个工人出身，对不对？对，好像这一段大家就比较喜欢拿来谈。对啊，因为大家会很好奇说，这个其实是很励志的故事，大家会觉得说，从一个锅炉工人，一个黑手，然后可以到现在变成一个哇这么光鲜亮丽的副总经理，让大家觉得很羡慕。但其实你羡慕的背后，其实还是有努力付出，对不对？因为当初虽然你当时是工人，可是你自己都有逃读册。是不是这一段也被我挖出来了哈？是这样子。所以偷偷读书这一段是不是对你后来转业有相当大的帮助呢？对，的确，以前锅炉是要进入台糖公司，我71年进入台糖公司，是，那现在大概有38年。哇！那初期进入台糖公司都是以那个技术性的工作，就是锅炉操作。是。那一段当然。如果回想那一段，当然会觉得，当初是比较不懂事不晓得该怎么去，刚刚有讲到念书，其实是那个工作之余念书是一个往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发展的机会。因为台糖公司对内部的员工，他有一个升类考试。是。升类考试就是我们如果用那个白领、蓝领来讲的话，就是蓝领变白领的一个过程。是。洗白啦。洗白。那念书当然是那个工作之余其实我的机会是从我在糖厂待的那个厂结束之后。调到小港糖厂，那个过程因为是新的建厂机会，设备安装那个都是原文都是英文，然后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英文能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了要了解那些设备的名称或是怎么安装、怎么组织的，会去查、会去念，那样的过程就帮了我，在升类考试的时候有机会可以。拿到比较好的分数，顺利做转业训练。我是在87年就开始台糖公司让我做转业训练，去学校念书，是念了2年。89年回到那个台糖公司的金山比江南度假村。从那个时候开始转换变成是服务产业。但一踏入服务产业那真的叫自己觉得那个叫欲罢不能。欲罢不能是因为很早去上班，然后很晚才回家。那个自己欲罢不能，但是太太在家里的抱怨也是一样，也是欲罢不能的抱怨。但我是这样走过来了因为有那一段过程其实我是因为念书，然后去实习，还会知道我们自己的台糖公司的员工到底有多幸福。是。那刚刚讲那个从锅炉工到后来的服务产业，其实我们自己公司也会拿这一段来说，来勉励大家很棒的模范其实那个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公司，它对于员工的那个时候在做转业转型的时候，公司就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让自己的员工透过专业训练，然后投入不同的领域。现在台糖公司
现在是7大事业部，每一个事业部都是由原来糖厂的员工这样转过来。那我自己当然从最基层一直进入饭店这个产业，从最基层做到现在。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一开始当然不会了，因为拿榔头的怎么会有办法去做管理啊？不会，但是公司会给你很多的机会，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我后来都会形容说，那个时候在江南度假村出任那个主管的时候，当主管你在做决策或做那个判断的时候，是虚的。为什么讲是虚的？就是你没有根据也没有经验告诉你，你只能充其量我们拿那个2个铜板来拔杯，正反面就是这是或否。我后来都会用这样来形容，其实那个是不成熟的。那目前到现在其实这个过程走过来，也从江南到现在的长荣酒店。那我因为吴总是后来才进来，那之前其实历任的总经理我接触了，当然就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啊。那对我来讲，现在在管理这一块，除了经验累积以外，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如果套《孙子兵法》里面他讲那句话叫自信人勇言。这个拿来放在管理这个部分其实很贴切。为什么？特别是做服务产业，你面对的是客人跟自己的员工，其实2种都是，就我们来讲，它都是客人。一个是外部的客人，一个是内部的客人。那其实都要用智慧去处理。那人勇言这一块一样啊，你除了要有信用之外，爱护自己的员工，同时也要对于刚刚我们看的影片你让他回到家的那个感觉，是要从那边切入进去，你才有办法做到那一块，营造那样的氛围。那后面永言这个一样，你在治理的过程不是人治，是法治，是用制度来走，它出来的产品、出来的服务才会一致。这个大概会是用这样的方式我把它套进来用，也许可以讲的比较清楚一点。这个是大概简短。就是你的管理哲学，从《孙子兵法》里面悟到了这一点。那总经理你觉得呢？我想我的过程跟副总这边有一点相似因为我是民国80年，刚才提到进入了我们长荣这个集团。那其实各位可能在很多的场合都会听到所谓的这个长荣精神。那这就是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张荣发张总裁这边制定下来，团结、挑战、创新。那这个在长荣这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轮值跟这个历练，也是我们集团的一个特色。不断的这种轮调，让这个 DNA 一直留存在我们的身上。那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经验可以累积。那所以很多人进了长荣之后，其实感觉到最深刻的就是不断的在调动，不断的在让我们学习。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在想说，今天公司愿意让我们来承担跟负责一家饭店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盖一间饭店大概要花了将近20-30亿。那一般人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公司愿意让我们有机会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让我们来照顾员工，甚至来让整个集团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我想这个是在我工作的历程当中这个印象里面最深刻也最受用的。哇，我刚听到了一点很感动，就是说2位都觉得说员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不对？就是员工其实他们的理念是说，你要照顾客人跟照顾员工一样。那员工如果你照顾他，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公司真的是对我很好，感激在心，他其实就会用更好的服务去对待客人，然后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哇，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多企业应该学习，就是员工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长荣跟台糖都是非常强、非常棒的企业那因为现在变成说，台糖长荣酒店是2间结合的算是公办民营这样子，但是非常不简单竟然可以是全国第1家最短时间营收翻红，怎么做到的呢？总经理？
我想不止在这段疫情我们在先前的这个整个策略上跟经营上有几个主要的重点。对，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异业结盟。在异业结盟这一块我想举2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目前跟高铁有合作这个高铁假期。是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很多人都搭乘高铁到台南来。那这一块当然在整个高铁的经营上面，我们长荣算是5大集团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合作非常的密切。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金砖联盟。对。那这个是我们在饭店这边所发起的一个饭店的联盟。那其中我们有一个格上租车。这个部分也是让我们在饭店跟租车的方面做了很多的这种算是这个所谓的专案的一个包装。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所谓的这个电子商务上面。那因为各位可以知道整个在订房上面，很多人现在目前都是用手机用电脑来订房。对。已经大概都不太用传统的方式。是。那这一块也是我们在台糖长荣酒店的经营上面，未来在电子商务我们要继续的去深耕，跟继续的去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OTA 去做结合跟合作。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馆内的一些专案的包装。那刚才有特别提到，我们在东区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跟文化中心，甚至跟奇美博物馆，甚至跟仁德糖厂的这个石鼓，我们都有做蛮多的这个活动跟专案。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外地的客人到了台南的时候，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专案来介绍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远道来的一个贵宾。对，那要请教林副总就是说，因为一般大家会觉得说，国营事业是不是有很多的规定啊？那你们就是台糖长荣酒店有跟国营事业结合的话，会不会对你们说，在经营管理方面会绑手绑脚，或者是说这其实是有一个帮助？那怎么克服呢？讲到这一段，当然国营事业是一个体制它有利有弊。不过刚刚主任有讲到说，台糖长荣酒店其实它是一个国营事业体制，然后又要具备有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没错。这个当中就会有很多，其实它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这么可以走得这么顺，它是其来有之那这些都是透过历届的主管或者包括我们台糖公司的高层或事业部那边，或长荣国际旅业本部那边双方一直有。透过不断的努力沟通加上，其实我后来都会用一个来形容，比如说在台糖长荣酒店这一家饭店是国营事业，然后民营企业来做经营的这样的属性之下，对，我用一个例子，它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考汽车驾照在驾训班，在通过考试之前，你要到那个按照它的，比如说要路边停车要倒车入库对，那你压到线，它就会你有一叫，对不对？它就好像是这样的那个概念因为国营事业一定按照行政作业程序，对采购流程，有很多东西，也许我们一般在讲，你可能速度、品质、成本，这些它都没有办法如同一般民营企业或者同业饭店那么的快速有效。这些是我们讲，也许叫绑手绑脚，是，但它有一个好处，就会是，我刚刚会举那个例子，就会是，我们都一直在训练场里面开车，你压到线，它就会叫。我们公司有一个稽核的体制，它会来导正你，就是你不会偏一直往那个误差的方向去偏，是，它会警示。但这个一般民营企业，它好像是已经都在外面开车所以速度你要怎么开就怎么做，那个都没有限制。对，这个好像很理所当然这样。但我们充其量就好像那个教练在教我们开车那个教练一样，他可以速度很快，而且不压线，然后就把它跑完一圈。但我们还是在训练场里面开车。它是安全的，绝对安全的。这跟我一开始讲那个三安加阿甘。这个就有它很大的关联性。是。它虽然是一个体制框住你，
但是是确保我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是合法守法啊，客人使用的部分它是安心而且是安全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当然有制度上我们要遵守的，那这个也不是坏事啊。对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专业经理人，你除了要比如要创造获利啊，要盈利之外的同时，你是一个扛了很大的那个责任啊。我们一开始讲那个安全跟卫生啊，这2块是你丝毫不能那个是零误差，对，你一点那个都不能发生。有这样的体制在内，其实你要时时警惕，时时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驾训班里面开车永远是要按照那个来开啊，没错，对，大概就这样。好，谢谢副总，哇，给我们这么多经营理念的分享哦。好，那我们总经理也有谈到说，其实现在啊，旅客、房客啊，他们呢都习惯说，他们订房都是线上，对不对？就改变他们的方式。那我们知道说，除了订房可以线上以外，现在就是美食的部分，很多人也都是会用线上订购啊。那我们知道说，台糖长荣酒店在疫情期间也有跟这个全球快递公司合作，推出美食线上，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蛮不错的，所以后面会变成你们长期的经营模式吗？我想在疫情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变成宅在家都是希望用外送的方式。对啊。因为有这个社交距离这样的一个限制跟规范，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就有想到说，我们要开发出这个即时的这个订餐的系统。那过去以往我们在网络上尤其是在我们的官网，大概都只能做这个定位没有办法订餐。那我们跟这个业界来合作，把这个即时的订餐跟我们的宅配把它做一个结合，只要你在这个网络上就可以直接下单，那可以串联到我们这个宅配的业者，让这个算是这个一条龙。那各位观众就在用餐的过程当中，不用担心说这个还要透过另外一个程序才能够把这个食物送到家中，只要在我们的网络上就可以一次到位。对，所以民众呢，在家也可以好好的品尝到这个台糖长荣酒店这5星级酒店的美食哦。是。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总经理就有谈到说，其实台糖长荣酒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身处在这个艺文气息相当浓厚的这个东区哦。那附近呢，旁边就是台南文化中心，然后还有巴克里公园啊，然后非常方便也有德安百货等等哦。好，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饭店非常大的优势。那我们知道说，很多名人像这个世界知名的钢琴家理查克莱德门啊，还有这个小野丽莎啦，还有席慕容啊，还有这个简文秀，哇，这声乐家很不简单，他们都选择来台南的时候要住在台糖长荣酒店的，可见他们就是说，都很有文化艺术气息的，所以这一块文化艺术气息这一块，是不是让饭店呢成为就是你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对不对？所以你们把它定义为甜蜜绿意饭店。是的，我想这是我们明年度的一个新的 slogan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创造出来，在一个东区的一个饭店的一个新指标跟一个文化，所以我们特别结合了这个所谓这个台糖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在这个甜蜜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借重我们台糖这边的一些产品。对。那尤其是现在目前台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小农的精品咖啡。是。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一直努力的在推广的一个产品。那刚才提到这个文化中心的部分那我这边特别举一个例子，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文化中心有举办这个猫这个 cat 的这个舞台剧的上演。那这个对这个让我们接触到这个算是国际级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也让我们的住客可以感受到我们在台南这个文化的一个活动力。所以今年我们也特别定调，在明年我们在跟文化中心这样的配合上面更加的这个紧密。对。所以未来我们借重这个文化中心，不管是在我们的大厅布置，还有就是在我们的2楼，我们有一个廊道有这个画展，能够持续的去做不断的更新，那让这个文化的这个底蕴，让我们在我们的饭店能够更加的
让所有到访的这个贵宾能够感受得到。对啊，所以副总，你是不是也觉得说，哇，在这样一个艺术气息、文化气息这么浓厚的饭店工作，真的很幸福？然后你想要带给我们的民众什么呢？在文化中心的旁边，事实上是地利之便啊。对啊，有人讲，如果叫天时地利人和，其实酒店有占的很大的优势。是。刚刚讲甜蜜丽玉，其实是台糖跟长荣这2家，结合在一起。台糖就是台修的就是甜糖嘛，甜蜜啊，糖就是大家很容易就连接在一起。是。那长荣绿意就是 Evergreen。那我们其实这个之前就有，那为什么会是在明年度才特别会把它凸显出来？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会想办法利用台糖既有的资源。刚刚有提到布展，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在做，但只是还没有那么的比较大规模。那这个是计划性的。是。甜蜜绿意。那这个跟公部门像国营事业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把它连接在一起属于甜蜜那糖那个我块就不讲。那绿意这一块，其实绿意有涉及到了像类似环保有机这些。对。那饭店长期以来也都是在这一方面也投入不少的人力跟成本。那像我们会做那个我们叫绿电，酒店也有绿电绿能的部分，那也有那个节能的设备设施，那个都砸了不少的费用成本在那边，就是如何去凸显我们虽然是饭店业者，那怎么在政府需要的方向上做最大的努力跟配合，好像环保，我刚刚在环保这绿电绿能这些，或者能够节能省电的部分，对，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那刚刚跟文化中心结合在一起，其实是，它就在隔壁，敦亲睦邻应该是说每一个企业或者是我们讲饭店是人的行业，做的是面对人，做的是人的工作，对，那敦亲睦邻就相对非常的重要。我们旁边有文化中心，有巴克里公园，对，那个都是，就是因为就在旁边，所以我们占了那个地利之便，用这些既有的资源把饭店结合在一起，应该是对我们东区，同时也对外来客，去把它串联，让它有更我们讲1+1，也许大于2，这大于3或更大的那个，大概是用这个概念是来自于这样子大概这样。对，非常的好好，那今年呢，刚好是那个文化中心36周年的馆庆，然后我们知道说台糖长荣酒店的年终庆也来了，所以呢，其实就像刚才2位讲的，哇，这个地利之便，那你们是不是有做一些结合呢？推出什么样的活动呢？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好，我想在文化中心的部分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都有跟文化中心这边做一个活动上的配合。是。只要透过我们的订房我们会赠送这个3000块的这个我们的酒店的这个礼券那这个礼券对，这礼券里面包含了2000块的这个 SPA 券，然后1000块的这个我们的餐饮抵用券。哇！那在这样的一个结合上面那当然还有文化中心这边他们在活动的主办上面他们有一个 QR code， 只要在我们的酒店也能够加入他们的 QR code。只要在我们这个饭店消费2000块，我们就会有一个摸彩券，这个是让我们这边在地消费还有远道来消费的这个消费者，他们可以来参与我们这样的活动。那当然，我们不管是在住房上，还有在餐饮上都有享受不同的折扣。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在地乡亲能够多来我们的这个酒店这边来做消费。对，所以呢，这个馆庆结合年终庆然后推出许多的活动。那想要知道详情的观众朋友，可以上官网，都写得很清楚啦哈。好，那我们知道说异业结盟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好，那台糖长荣酒店呢，也推出了一个叫做“梦幻海洋婚礼”的喜宴专案我们先来看一下。
哇，好浪漫哦！看的那个，可能很多人都想要结婚，想要一个海洋婚礼。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梦幻海洋婚礼呢？总经理，好，我想现在的新人都喜欢这个标榜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婚礼体验。对。那刚才有特别跟主持人这边提到，这个太郎长荣创造了很多的第一。对。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差异性的产品的包装也是目前在台南地区应该是我们独一所拥有的。没错。对。那这个是我们特别跟我们这个在地的企业雅果企业这边来独家来包装这样的一个产品。是。那我们可以从刚才的画面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帆船的证婚，对，甚至可以在帆船上面这个拍婚纱。是。那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帆船上面办 party。这个都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新人做这样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服务。那这是在户外的部分。对。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希望说能够有这个庭园的婚礼，甚至有这样的户外的这个海洋婚礼。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优质产品介绍给我们的新人。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馆内我们的宴会厅来举办这个所谓的这个宴请宾客。是。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特别把这个海洋的元素把它放进来，尤其是在餐点的设计上面，我们都是用现有的海鲜，有龙虾，有鲍鱼，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海鲜的一个这个盛宴的这个呈现。那另外当然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 candy bar，这个也是用我们的海洋的元素去做包装，让新人能够完全的融入在这个整个海洋的一个喜悦当中。对，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在我们台南只有台糖长荣酒店可以提供这么棒的一个梦幻海洋婚礼哦。好，那有兴趣就可以自己去洽询哦。好，那我们知道说台糖长荣酒店其实长期以来让人家很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说非常喜欢做公益耶，对不对？我想在公益的部分这个是所有一个企业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那当然也是用这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共好，还有利他。对，这个是我想在一个酒店的，不管是酒店或是企业的经营上面，要朝向这个永续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在台糖长荣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像是我们的周3公益日，还有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会邀请许多的弱势团体来到这个我们的酒店，跟我们一起来围炉。那这个都是我们酒店的员工的志工队自发性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人员。对，所以其实台糖长荣酒店做这么多的公益那林副总也本身在这边很久，所以参与的也很多之前还有看到还有去偏乡送爱等等的，所以在公益这一块是不是你也跟我们谈一谈，分享一下？好，公益这一块其实做得很早。那我99年来之前，那应该是从95年开始做。那做这个，最主要是起源于它是一个国营事业。对。想找长荣合作，但希望是要赚钱获利嘛。但在这个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到我刚刚讲3金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块。所以当初是因为这样，所以投入做周3公益日。是。周3公益日做了之后，老实讲，因为有这样的优惠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在那一天人特别多。对。那当然收费是优惠，但后来发现它是一个三赢啦。就是消费者赢，然后那个弱势团体，我们合作的弱势团体也得到协助。那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优惠，但人多了，我们反而是可以有毛利。因为赚头。我们一般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就是占便宜，反而那个是就生意更好嘛，对不对？对，因为这样，然后它就一直持续，从92年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那除了这个之外，讲公益这一块不设限，只有在自助餐那边啦。对。我们后来志工队是成立在101年，就是我来的第2年。101年成立志工队，志工队成立之后，当然是有一些可能对外去帮忙整理环境或者是敦亲睦邻
这是当中包括去那个光复岛，去帮那个弱势团体去整理那个设备设施啊，然后到那个巴克里公园去协助整理环境啊，这个都是志工队做。那后来我们应该是从104年开始做围炉宴，那这个围炉宴是针对过年之前找一些弱势家庭或团体里面没有办法好好吃一顿年夜饭的，那我们就用一开始是自发性的由自己的员工卖二手商品，这样集资第一次办好像办了25桌，那这个办了之后，有很多那个弱势团体、弱势家庭那个反应非常好，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啊。对啊。那有了这个开头，那从那一年之后就每年都做。那为什么每年都做？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以同业来看，大概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那因为我们的体质比较特殊所以兼职走的，我刚刚一开始讲说阿甘，其实也在做这个没有，你不会创造获利，也没有好处啊。但事实上它很有意义。那围炉宴就一直做到目前。那其实除了这个围炉宴之外，我们饭店也办那个心灵课程。那个心灵课程又是更上一层那就是开放一般的消费大众或我们周边的这些邻居都可以来参加。那年度可能办3场、5场，那后来就是整年度都这样办，到今年为止都还是这样办。后来除了心灵讲座之外，又结合当地的比如说把台南在地的特色像全美戏宴这个我们把它纳进来我们的公益讲座里面来办，就是把我们台南地方的比较特别的来推荐，透过这样的方式向外来推。这个大概都是酒店这几年下来常年因为做了有1，然后有2，有3，然后这样一路走下来，那觉得我们除了企业在赚钱之余，对，一定要想办法做一点什么。那我们既然是国营企业的体质，那我们先来做。我们就在台南市从开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概是我们可能普及的范围是比较广发想也比较大的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的饭店。对，没错，大家就是想到台糖长荣酒店呢，我会觉得说，就是一间很暖心很会做公益、很有爱心的一间饭店。然后我也觉得说，是真的有用心在做，对不对？好，那我们既然台糖长荣酒店呢创造了那么多第一，那未来有什么展望呢？是不是要有更多的第一呢？来，总经理。我想这个不断的创造这个差异化，还有这个作为这个标杆企业这个是我们在永续经营这个最重要的一环。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当然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当然第一个就是创造我们这个酒店的这个品牌价值。是，那这个最重要当然有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员工培养我们的员工。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在长荣集团或者是在台糖集团这边，人才是最重要的资产。这个一直以来，在我们这个算是公司给我们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希望说，跟员工一起来成长，让员工一起来让我们这个品牌这个更能够提升。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在这个创造品牌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去培养我们的忠诚顾客。对，因为其实台南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很多的消费者都喜欢到台南来。那我们常常发现说，我们的客人都是不是1年只是来1次而已，可能是来2次、3次，甚至有很多的客人其实是只要想到要出外旅游，第一个想到就是台南，因为台南有美食、有文化，那有更多的这个观光的景点。没错。那当然，在这个台南市政府的这个努力之下，也创造了很多的一个活动。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持续的让我们这个整个集团的这个资源能够共享。刚才我想副总这边也特别提到，台糖有这个8大事业，那我们在长荣的部分有海、有陆、有空。对。这个是我们在整个集团的运作上面，其他的酒店所不能够
跟我们这个抗衡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资源整合上面能够继续的深化，继续的去耕耘。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一个策略。谢谢总经理。那我们也来听听看副总你对未来的展望。总经理应该他是属于经营、属于攻的部分。那我就属于比较守。安内才能够攘外。那所以对我来讲，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员工的部分，满意的员工才有满意的客人。他其实是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员工同仁。这一块其实我们大概都有逐步，虽然它是一个国营事业单位，但我们是尽最大的可能来满足可以看得到的这一些。那我想怎么去达到这一块？因为企业我说要创造获利，它是前提。那其实这个前提一定是客人到馆内能够得到很好的消费经验。那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我想可以提供，大概就会是3句话。第一个是满足客人的需求，超乎客人的期待。那最后一个大概就会是never say no。Never say no 很困难，对不对？但那是一个目标啦。那当然是你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照单全收，但如何能够尽量去满足客人的需求，达到他的那个期望，它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饭店业者，它是一个虽然很难，但是是努力要做到的那个标准了。当然这个就会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刚刚总经理有讲，员工的部分如何蹲马步，把那个基本功做好。那很多东西都是内在的。我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其实我们在做阿甘，做3安。如果你没有真正进入这个饭店，接触这个饭店，或许你没有机会了解。我们就跟其他的饭店没有什么不一样，它就是这样，有大厅、有客房、有餐厅。你没有真正进入，没有办法了解。那我们希望做的是，你知道有客人，我们的客人是来1天、来2天、来3天、来1个礼拜，天天都来，每天都来的，也有这样的客人。也有客人是把这里当成是一个，他退休以后没事就要来这边，咖啡厅坐，然后一整天耗在那边，看客人也好，想事情也好。或者是约了人在那边做什么？我们希望是营造这样的一家饭店。那希望你可以真正进入，多了解一下饭店。虽然它是一个国营企业，和跟台糖跟长荣合作的一个饭店。只要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认识它，去了解它，就好像我们刚刚也这样讲下来，有很多事情其实它是吃力不讨好。但我们坚持一路走下去，有坚持，才有普腾，这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才会听得懂的。哇，今天访问到2位，让我跟观众朋友呢都学习到跟其他饭店不同的经营理念，也认识了不同的台糖长荣酒店哦。好，那最后的话，我们是2位有什么话跟我们观众朋友说呢？总经理。我想先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这个短片就是一如初心。那是我们今年长荣国际这边特别规划的一个，算是一个形象的一个影片。那我这边要强调的是，我们就如同刚才提到这个一如初心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8个字。我们希望让我们住到我们饭店来的人会感觉到舒适、温馨、安全。卫生，那这是我们很重视的一个核心价值。那尤其在安全跟卫生上面我们其实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跟精力不管是刚才提到这个台糖的检核，或是我们自己长荣国际所谓的这个 KPI，我们都是在安全卫生上面，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住客感觉到。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另外一个，当然，因为目前的一个疫情的状况，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所谓的这个超前部署。那这个超前部署很重要，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规划，所有的这个思考都能够提前。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开始在提早1个月在做我们明年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规划跟计划。那希望在这个这么艰困的一个时候，我们呢还能够创造这个算是一个业绩的一个标杆。如同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希望在这个所有的营收上面，我们不为这个疫情的整个的影响。那另外当然就是让我们的住客在这一段时间能够住得安心，住得安稳。好，来副总。总经理的经营策略啊、方向啊，刚刚都讲了，那我们是一致的。其实我想，透过今天的节目，邀请各位，如果你没有到过酒店的，你可以正大光明上酒店，不用偷偷摸摸的哦。是啊，副总好幽默。好，那一次呢，感谢2位来宾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台糖长荣酒店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它。谢谢总经理，也谢谢副总，谢谢。好，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起比西下次播底加各级短乐，咱再会。